烘乾機安全。自然，你需要了解的內容。自然在洗衣和乾洗龕中可能並且確實經常發生，因為最常見的自然風險材料之一是在通常的洗滌和乾燥過程中清潔和乾燥的毛巾和亞麻布。當材料通過氧化，與氧氣發生化學反應，加熱至燃點時，就會發生自燃。如果熱量無法散發，特別是在堆積或成束的材料中，熱量就會積聚直至材料着火。自燃的危險因素是溫暖、乾燥的環境。預熱或剛清洗過的材料，在尚未擇當冷卻的情況下趁熱堆放。存在油，例如在洗滌過程中未正確去除的食用油、脂肪、沐浴油或按摩油。請注意，松節油或潤滑劑等礦物油不會引起自燃，但乾性油和有機油會引起自燃。預防是避免乾洗或洗衣龕發生火災的關鍵，請確保遵循最佳實踐。將油或浸過油漆的抹布存放在密封的金屬容器中，使用後立即將抹布平放晾乾或浸入水中。擦乾毛巾和床單後務必運行冷卻循環。切勿堆疊熱積物，將它們單層鋪開，待冷卻後再折疊。洗滌時使用熱水和足量的洗滌劑去除油漬。每次使用後，清除乾燥器過濾器上的絨毛和碎屑。切勿將大量衣物留在烘乾機中過夜。